上年嘅7月，我喺一個謊言入面有一個約定。你有冇試過俾人呃？石油工程師，55歲法國人，呢個係你第一個角色。你信唔信？其實係我呃佢先嘅。鍾唔鍾意我送俾你嘅禮物啊？係法國嘅空氣。投入成為法國工程師，好好同個女人談一場戀愛。你嘅少年，當時唯一可以揾到自己價值嘅事。你覺得會唔會有一日，全世界嘅女人都對愛情冇晒幻想？我返到屋企啦，即係好似你啱啱拍拖嘅時候，佢送到你返屋企，你唔夠膽瞓，直至你收到我返到屋企啦呢個短信，你明唔明啊？發現另一個人嘅快樂喺自己手中，少年忽然覺得佢自己其實並唔係廢物。當你有一日，你發覺你可以呃晒全世界，嗰一刻，可能你最想呃嗰個人，其實係你自己。你覺得係真咩？愛情，你信咪係真？乜你唔係嘅咩？萬一女人同真人見到面，就會拆穿騙局。嗰一刻，穿煲啦。